飛飛水佢，等下攞個高壓負壓佢。之前攞個鐵柱鍋壓完都係鍋咧，我就可以再試多次。成盤牛肉。OK。酸菜、葱、薑、牛肉全部淋晒落去，擰實佢。佢呢度可以睇到溫度啦，我要先長按解鎖一下，跟住就可以計到時啦。我哋試下燜20分鐘啦，開大火煲滾佢，跟住再轉中細火。佢已經喺度上緊氣，吱吱吱吱吱咁叫啦。你大家睇下有兩個煲 ，Yellow One、Yellow Two， 夠鐘啦，啲，關火。噔噔噔，點解咁核突嘅？開燈，撩台，俾大家睇下。哦，你睇已經爛晒，一白即爛，正啊！咁試下得咗啦，哇，爛晒。